中国长春长生15日爆出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涉嫌造假的消息，因此全面收回疫苗。但19日又爆出长春长生去年10月份生产的白百破疫苗不符合规定，有25万支问题疫苗已投入使用，库存中仅剩186支，引发家长恐慌和愤怒。目前，长生集团的董事长高俊芳和4名高官已被长春警方拘捕。7月18日上午，据甘肃兰州市城关区警方通告称，瓜农王军红与2名儿子将装有西瓜的车辆停在某小区里卖瓜，并交了停车费。可是城管进入小区后，直接将卖瓜的车辆围住，然后就是对父子3人进行辱骂、殴打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王爱武持刀捅伤了3名城管，其中1名抢救无效死亡。王军红父母3人当场被捕。此事件发生后，警方只是一个简单的通告，对微信朋友圈、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始极力封锁消息。不过，大部分网民都是同情瓜农，替瓜农说话。大纪元7月23日综合报道，微信是中国最普及的社交通讯软件，但因为欠缺隐私保护，以及中共政府可随意获取用户个人信息，越来越多中国人正在迅速离开微信。他们认为微信在隐私方面没有希望，包括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在内的公司被迫配合中共政府对所有中国公民进行网络监控。在一个由中共政府控制的法律体系和企业经营权的国家里，互联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配合中共政府。在建军节来临之际，山东烟台市军转志愿兵及退伍老兵来到烟台市人大维权，因市委领导无人接待，于是上访人员前往火车站准备进京维权。可是火车站票务处不仅不卖票，市政府还派出大量警力，将老兵们层层围困在车站内，阻止上访。去年俄罗斯的原油产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，成为全球产油量最大的国家。根据俄罗斯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数据，去年俄罗斯原油产量每天为1060万桶，超过了沙特阿拉伯每天的999万桶。据雅典通讯社7月24日报道，希腊雅典附近山林发生火灾并燃烧到了村庄，已导致至少74人死亡，187人受伤，另有8名游客失踪。目前大火仍在继续燃烧。希腊总理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并寻求欧盟的帮助。意大利方面已确认将派员协助希腊扑火。当局表示，这是希腊10多年来最严重的火灾。